上一集我哋品嘗過唐人街老字號美麗華馳名嘅叉燒包。第26集探店日記，我哋再次嚟到披露街23號，打近呢間老字號嘅另一款經典美食美麗華雲吞麵。美麗華23號披露街呢間分店集粵港式嘅粉、麵、飯同點心為一體，而鮮蝦雲吞麵係佢哋嘅招牌特色美食。多年嚟，美麗華憑住美味嘅菜餚同貼心熱情嘅服務，吸引唔少食客一試再試。今次繼經典鮮蝦雲吞之後，再次隆重推出新品細雲吞，為大家帶嚟另一種精緻之美。為確保雲吞嘅原汁原味同麵條嘅口感，記得上次華姐同我哋分享過，佢哋嚴格控制水煮時間，每次淥雲吞只需要6分鐘，鬧鐘定時提醒，雲吞煮熟之後自動浮出水面，而細雲吞只需要4分鐘就可以，呢個時段嘅口感最靚。拍攝當日，我哋特意做咗個街頭現場試食，希望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美麗華新品細雲吞嘅真實味道。鮮蝦豬肉雲吞用嘅係新鮮全大蝦，上乘豬肉，再加少許大地魚粉提味，鮮甜濃郁，口感彈牙。而細雲吞則以豬肉同香菇為主料，配上師傅特製調味，滋味獨特。細雲吞一啖一個，豬肉加上冬菇嘅香氣交織，入口潤滑鮮香，越食越有滋味。華仔相信唔少朋友都好好奇，細雲吞嘅味道究竟係點樣？入面嘅餡料有咩特別？又同大雲吞有咩分別呢？當日負責人阿 Ben 特登為華仔準備咗幾款招牌美食，有細雲吞、鮮蝦豬肉雲吞、廣東水餃同埋蒸韭菜豬肉餃。華仔可以講係一次過大飽口福，試過先知道真材實料，味道一流。華仔講得幾好都唔及大家親自嚟試最實在。華仔特別向阿 Ben 爭取到華仔粉絲專享9折優惠，無論你係中意鮮蝦豬肉雲吞定係細雲吞，你都可以用優惠價試齊佢哋嘅招牌美味。不過要提提大家，優惠期只限1個月，記得把握時間。天氣逐漸轉涼，大家可以將細雲吞同美麗華秘製嘅辣椒油帶返屋企，無論係用嚟配麵做早餐定係打邊爐，都係暖胃又惹味嘅首選，越食越開胃。記得外賣都享有9折優惠。